靈修2025年5月24日，我們在一切患難中，他就安慰我們，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。哥林多後書1章4節。當經濟低迷、失業成為常態，主內的弟兄姊妹面對失業的現實，不免落入深深的自責與無力感。他們正努力工作，卻突然要面對收入中斷，不得不承受經濟壓力，身份感動搖，心裏的挫敗與焦慮悄悄蔓延。更有不少人選擇沉默，遠離朋友或團契，在孤單中掙扎。親愛的弟兄姊妹，願你知道，即使你不說話，不願見人，神仍看顧你。他的愛沒有改變，他的同在沒有離開你。願頌讚歸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，就是發慈悲的父，賜各樣安慰的神。我們在一切患難中，他就安慰我們。哥林多後書1章3至4節。神知道你裡面的疲乏，也願意在你最軟弱時成為你的力量。也許你現在需要安靜，需要時間整理思緒，這並不代表你軟弱，而是你在神面前休息。當你無法開口禱告，我們為你禱告；當你感到信心微弱，我們與你一同相信。你並不孤單，我們願與主一同守望同行。願你在黑暗中看見盼望，在靜默中經歷主的慈愛。願他親自扶持你，使你重新得力，走過這段低谷的路程。我們來禱告。親愛的天父，我們來到你面前，為那些正在經歷失業的弟兄姊妹向你呼求。你是供應的主，是我們患難中隨時的幫助。你看顧百合花，餵養天空的飛鳥，你豈不更顧念你的兒女？主啊，求你安慰他們憂傷的心，挪去自責與羞愧，擦乾他們暗中流的眼淚。當他們感到無助，懷疑自己的價值時，求你以你的真理堅固他們，使他們知道他們的身份不是建基於職位，而是建基於你的愛與揀選。主啊，求你在他們沉默孤單的時候，成為他們最近的朋友，在低谷中為他們開出路，賜下所需的資源、連結與智慧，叫他們重新得力，如鷹展翅上騰。願你的平安臨到他們家中，你的盼望重新點燃他們心中的光。主，我們願意與他們一同守望同行，直到他們再一次看見你手中的祝福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，阿門。